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5月初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申命记11章18节到21节，马可福音16章第19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道理。当咱有讲到至关主上帝，事实上就对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有几个真重要的教义，也是咱所需要坚持的。就是上帝是迄个唯一的上帝，圣经有甲咱讲，无有别个拯救，是独一的上帝，因为创造者只有一个。是万主的主，就算是讲有真侪五常神明，以及咱讲有能力的，但是拢伫上帝的创造的下面，万王的王，伫地上所有的权柄，拢伫上帝之下。咱知伫中国世代，皇帝若要就任，都拢爱教皇派出的主教，来甲按立，才会当登基做王。就算是现代英国的新的皇帝就任登基，也需要有礼拜，要神职人员的见证。美国总统就任需要换手伫圣经的顶端来宣誓来就任，因为因拢是相信上帝是万王的王。以色列人伫摩西带领因了后，才开始定心认识上帝，透过摩西开始建立敬拜上帝的规范。伫宣布规例命令以及诫命的详时，摩西嘛甲以色列人介绍着上帝的特质，也因为安尼，所以基督徒就爱遵守迄个至关上帝的诫命教导道理。申命记11章18节到21节，摩西来定新伊的命令，提醒这个以色列人伊讲。恁着将我的话记伫恁的心内，存伫恁的意念，嘛着绑伫手里做记号，绑伫头遐做提醒。搁着教示恁会行字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倒地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伫写伫城门。安尼，恁甲恁的子孙就通伫上帝恁的列祖立誓守事因的土地久长来徛起，亲像天地存在汉久。不但爱遵守诫命，搁较爱教导儿女来遵守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无论伫什么款的时阵，拢得爱遵守。伫厝里、伫外口、伫坐咧、徛咧，甚至是倒咧，意思就是讲，诫命是一种生命的展现啦，毋是迄种敢若白纸写乌字的文字。是的，若无人若无看见上帝，就会离开上帝的道理。耶稣基督教导军队者着爱遵守上帝的道理。伊叫我上天之前，也要求门徒去招万人来成做伊的门徒，嘛甲因行洗礼，并且爱教示因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伊上天了后，咱来看见上帝的兴起这门徒，因无搁再安尼求，因勇敢并且真积极去传福音。马可福音16章19节到20节，
记载主耶稣甲因讲这话了后，就受接纳上天，这伫上帝的正面，阮都出去逐所在传福音。主甲因同工，用因所行的神迹来证实所传的道理。不但咱看见安尼的代志，耶稣的门徒嘛用因的生活来见证着耶稣基督的道理。这是为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军队者会被称作基督徒。这些人伊无愿意遵守规定、规范，无愿意接受着管教，甚至主张基督信仰是自由的。但是圣经伫讲的真理的自由，并毋是无有规范、无有道理。信仰团体是一群愿意遵守规例、命令、生活有道理的人的见证团体。诗篇93篇。上主做王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。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开力做大厦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早就建立，你对伊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在硬涌。大水硬涌出大声，大水硬涌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来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建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毋是干那追求自我的自由，袂记哩规例、命令、使命甲道理的要求，互阮会通活出真理的使命，来见证阮就是属迄个天顶道理的一群人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